主后2023年6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找无啥物歹念头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17篇。上主啊，求你听公道的诉求，留心听我的祈祷。我要用奸诈的嘴唇祈祷，求你按耳孔来听。求你用目睭看出是非，求你判我无罪。你有考验我的心，连暝时嘛监察。你用火锻炼我，无找到啥物歹。我立志无互我的喙有过失。我遵趁你所讲的话，无亲像别人的行做。我谨慎无行强暴的人的路。我的脚一直行你的路，毋捌偏离。上帝啊，我求叫你，因为你会应我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祷。求你显明你奇妙不变的疼，用正手救倚靠你的人脱离因的对敌。求你保护我，亲像保护目睭人，也看我伫你膝下。求你互我脱离抢劫我的歹人，脱离围困我要害我性命的对敌。因贪捌灵敏的心，因的喙讲骄傲自大的话。因对着我现在围困我，因直直要甲我摔倒伫涂骹。因亲像狮，笑想要拆碎我。亲像猛狮埋伏伫长等。上主啊，求你起来对付对敌，互因屈服，用你的刀救我的性命，脱离歹人。上主啊，求你用你的手救我脱离世间人，脱离伫现世享乐的世间人。你用你的财物长满因的腹肚，连因的囝儿嘛长甲饱饱，阁有剩通留互因的子孙。若是我会看见你的面，因为我的行为正直。我困醒的时，你的临在会互我满足。找无啥物歹念头。近来网络热烈讨论阿姨我无想要搁拍拼的话题。有人称这一群无想要拍拼的族群是倒病族。有人伫咧面对争论也是批评的时，直接打出我就是烂的大图。总是基督徒中间是毋是也有我就是烂的想法呢？因检采想讲，腓利保罗也引用旧约指出，无义人连一个也无，一直不断要求家己着认罪悔改。也早就互人疲劳亚线，为什么毋挂出怀疑我就是烂的免战牌呢？总是今仔日的经文却互咱有新的观点。诗人讲：你用火锻炼我，我无找到啥物歹。敢讲伊是世间唯一的义人是无？也是诗人的认知甲保罗无共款的。伫第2节，诗人甚至讲：求你用目睭看出是非，求你判我无罪。这互咱联想到无辜受苦的约伯也捌讲：伊考验我了后，我会亲像锻炼过的金。检采人只有伫无辜受苦的时，才会想大力证明家己的清白，也是认为就算家己有错，罪也袂抵到死，所以大化冤枉。有一寡人的经验和比例相款，
甲耶稣若亲近，就若发现家己的罪，总是也有人会经验甲诗人同款，认为我的脚一直行你的路，毋捌骗你。另外，也有可能是诗人拄遭受攻击，检采已经是四面受敌的地步，所以伊讲：因对着我，现在围困我，因直直上要甲我摔倒伫涂骹。诗人需要上帝的保护，甚至期望上帝亲自保护家己的目睭人，安尼保护伊。为着得到上帝的保护，伊坚决主张家己是无罪，找袂到任何的瑕疵。确实也有安尼的人，无论大细项代志，拢认为这是别人刻意针对伊，找伊的麻烦。假使爱伊思考是毋是双方各有所失，伊阁完全听袂落去。伊通细算几十年来别人对伊的攻击，来论证别人就是咧刻意针对伊，害伊一直踮伫性命的深谷内。一旦伊的性命有所改善的时，遐个攻击伊的人就故意制造麻烦，才甲伊救落来。伊个人主观的经验也是感受来讲，检采是安尼无毋对，旁观者实在真好说服伊换位思考。对安尼，咱也简单会当为伊祈祷，希望今后伊的生活拢通顺风顺水，事事顺顺利利。若无搁再出代志，拢是别人的毋对，即本笑谱就会拿来拿沉重，咱也着家己警惕，就算受到伤害，也无一定拢是别人有意针对咱。爱学习，互家己活了搁较自在。默想：伫什么情况下，我会认为别人总是在针对我、攻击我，还是有一寡伤害是别人无意中造成的意外？要安怎互家己会当坦然得到透放呢？伫什么情况下，我会认为别人总是在针对我、攻击我，还是有一寡伤害是别人无意中造成的意外？要安怎互家己会当坦然得到透放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求你帮助我对别人的伤害中也有平安。无论对方是毋是有意针对我，帮助我通安然徛起。知影你一直在保护我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